没问题，就没么客栈能客栈，方面话，恁就做蚵，恁就做蚵，当这，当这上面，上面，走波压杠，来到面就带是买盘讨厌，好就是您就做我当这上面，做波压杠，他就做我当这上面，早就是做沧浪之水煮，做不，洗手也讲，你就做我当这上面找波压杠。要做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